嘛。后来继续来看基隆海洋科技博物馆附近的海堤道路，顶个月才因为1米深的大凹窟有起司摔断6起的喙齿，结果最近边仔条景工行因为步道无平整，害保育志工来跋倒手断去。这个技术到场空拍来勘察，发现这个海堤是严重来挖空，恐惊会崩塌。海洋科技博物馆讲，会伫2礼拜内完成评估，向教育部争取经费来改善。海水真清、严大，近在眼前。基隆市北岛条景公园、平日时拢有保育区的志工伫巡逻，想不到所发生意外。执勤的当中啊，刚好那个路啊，有一点崎岖不平，所以往前走的时候扑倒了。手骨摔断去，即马步道已经围起来，不过真清楚看会到地面有陷落去，步道的关节差超过6公分，力量工地地漂无地本。你先说你没办法大工程，那你就局部的先这边有发生事故的，你先来看怎么样来维持。他用三角针用那围，头一次你用这样是可以的，可是你不能持续那么久啊。条景公园的步道本来真平，不过因为海风海水哩口，这个地面有凹规大片。议员甲技术到现场勘查，透过空中翕的镜头，会当发现这个地基已经扣真大片去啊。这个地方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长期的一个吹袭，那还有台风来的时候也是非常第一线的一个受风面那大家可以看到，不管是在地面上面有陷下去，或者是在堤上旁边都有裂开的一个状况。条景公园早期是粪扫掩埋场，爱烦恼唔那是报案的帮尔，若是粪扫被加入海，那咧进行复育都别废啊。待专案报告出炉我们1周之内完成判读，2周之内会完成预算评估那必要时我们会报教育部申请补助。本来是散步的好所在，即马所发现报案的地基扣了，相关的单位已经照叮当，就惊讲民众安全甲环境生态保育会受到危险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